營造東涌由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支持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統籌，自2020年起分3階段資助3200萬，連結超過80間社福機構、學校、企業以及550位太古集團義工參與，一同回應東涌急速發展下嘅社區需要，超過20萬人次受惠。計劃首階段以回應需要、及時支援為主題，喺疫情期間結合線上線下，以家庭健康、個人成長同埋食物援助作切入，為弱勢社群提供即時支援。自2021年起，營造東涌踏入第2階段，聯繫社區，共建共融。呢一個階段進一步擴展機構、學校同埋企業嘅合作，為東涌基層家庭推出一系列運動、遊戲、就業同埋共融活動。第3階段擴展網絡，助人自助，喺2024年開展，繼續聯繫更加多社區持份者，擴展夥伴網絡，發揮東涌居民嘅能力，凝聚互助力量，期望營造一個更共融、更有歸屬感嘅社區。營造東涌相信，透過居民嘅參與同埋互助，彼此守望，凝聚力量，一定會推動東涌成為一個更緊密、更有活力嘅社區。